伫早起时，咱要做伙吟唱的圣诗72首。圣诗72首。这条歌咧吟唱的时阵有真特别的部分，就是咱到迄个看上尾看听咧关心，看迄个过去骆老师咧带阮吟唱的时阵是拢爱停。换一句话来讲，看的意思就是，请你看一个边仔的人，然后咧听一个边仔的人的声。然后咧，上尾一句叫做关心，关心的意思就是咱爱真正的关心，咱爱真正的关心，对咱每一个人的提醒。咱来吟唱第1节就好了，来吟唱，来，一个音给我唱，一个音给我。预备，迄个会晓唱的，甲我做伙唱，袂晓唱的不要紧，用听的就好。来，预备，来。你今日世界，耶稣我明白你的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我听你关心。所以这条歌较特别啦吼，咱搁来听琴，搁对头弹一遍，互咱听看觅啊，预备来。耶稣阮的，对，你今日世界，耶稣阮的那位做你，你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我听你关心。好，咧吟迄个看的时阵吼，你爱看一个边仔的人无人叫咱看，要看啥？爱看一个吼，看一个讲，你就是我需要关心的人。看一个边仔的人，听咧，听一个边仔的人，这条歌意思是安尼哦，所以迄个看有较长会休困，不要紧，看就小可看一下安尼吼，毋是凊彩看尔哦，爱好好啊看，爱好啊看吼，爱好啊看吼，看伊今仔日倒搭生了上水，爱等下咧关心时阵爱来娱乐者，好来，咱搁来吟。这个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啊，第2节的歌词来预备来。耶稣，阮伫医生手中检阅望着你，伫传教士所传的你，检阅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听咧关心。好来，咱来吟第2节第1节预备来。耶稣阮伫当手中，检阅望着你，伫传教士所传的你，检阅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我听咧关心。这是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86首。今仔日是咱传统的节期内底，咱会称做中秋主日。节期，所以这条歌就是中秋主日做伙吟的诗歌吼。咱来听琴段一遍来。
第一站，预备，来。为险分往徛如真情的誓言路，出声欢喜。路上菩萨护长手机，温柔救助为他回忆。愿上帝稳定帮助咱，不只是过去。2000几年前，耶路撒冷众人伫耶路撒冷领旨救主入城，也但愿咱今仔日每一个人会当领旨主真正入咱的心门，伫咱的教会内底，请咱安静咱的心。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是礼拜开始，请照讲。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赦免。咱做伙来吟圣诗第72首。会众请起立。耶稣愿的大卫在你，你世界。耶稣愿的大卫在你，一生我所在。我的心里的情命题，我的心里的情志美，我也的关心。耶稣愿的一生手中，将会梦着你。你传告诉所传到你，将会听着你。我的心边的情苗地，我的心边的情志。
耶稣阮的领袖心中，咸为因玛丽。耶稣阮的结为那多，咸为这家里。我的心必会正家里，我的心必会正机会，我也会关心。耶稣阮的耶稣信念，咸为忘了你。耶稣阮的坚强刚强，咸为看着你。我的心必会正家里，我的心必会正智慧，我也会关心。耶稣阮的要个人君，咸为看着你。耶稣阮的家受病亡，咸为看着你。我的心必会正家里，我的心必会正智慧，我也会关心。耶稣阮的世界面貌，咸为看着你。耶稣阮的一切修造，咸为看着你。我的心必会正家里，我的心必会正智慧，我也会关心。会众有缘起来，请做伙来读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歌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1篇，也是诗篇32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无认罪，你的手每日动动幸福我。我有对你拜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唔通亲像马、骡无知性。
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咱三个来感谢祈祷。听大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为了阮世间人的罪，赏赐阮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来替阮世间人赎罪。这种无限的疼，互阮有机会信主耶稣基督，成做你的囝儿，来享受属天的福分。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是你圣子耶稣行入圣城，接受苦难的日子，经历受审、侮辱、钉死的折磨，这种牺牲完全的疼，搁一摆来刺插阮的心，互阮会当定心立志，照主所教示阮的话来行。愿主坚定阮的信心，勇敢行传福音，引带人归主的道路。主啊，求你也赏赐阮桃园教会牧师、中职，甲所有的同工有属天的智慧，互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会当合主心意，互桃园教会成做有疼有光的教会。主啊，你也知阮肉体的软弱，闹心灵不安的兄姐，无论伫病床中，还是伫厝的静养中，求主你的安慰，甲医治临到因的中间，互因心灵得到安静甲平安。求主保守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有主甲阮同在。阮也要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你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做伙来看圣经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现代中文译本是13页，写27页13页。现代台语译本是27页。上主伫万里的上丘遐，对亚伯拉罕显现。迄时日长落，亚伯拉罕坐伫布皮入口。亚伯拉罕抬头注意看，看到3个人伫对面伫徛。伊一个看到，就对布皮口行去，迎指因，趴伫涂骹对因讲。我的主，若无气嫌，请踮遐歇一下，请踮树仔骹歇困，等我摕一寡水，互恁洗骹，摕淡薄的饼，互恁加添元气。后来大哥继续行。恁既然来到仆人家，请接受我的款待。因讲，照你讲的去做。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布棚，甲撒拉讲：“你赶紧拿3兜幼米粉做饼。”亚伯拉罕搁行去牛群遐，牵一只剪搁好的牛仔囝，交互少年仆人赶紧去准备。亚伯拉罕搁摕起司、牛奶甲料理好的牛仔囝来。摆伫这3个人的面前，家己伫树骹甲因侍候。因就食，因问伊：“你的某撒拉伫倒位？”伊讲：“伫布棚内。”因中间的一个讲：“明年这个时阵，我一定会过来你家。你的某撒拉会生一个后生。”撒拉伫遐迄个个人的后边。伫迄个人的后面，的布棚口有听到这个话。亚伯拉罕甲撒拉已经老，撒拉已经也无话经。撒拉心内笑讲：
我已经虽然我的主人嘛老啦，兼也有即款欢喜的代志。上主对阿伯拉罕讲：撒拉是安怎偷偷啊在笑，讲我已经老，兼有影会生囝。上主兼有袂当做的代志吗？到明年这个时，我会过来你遮，撒拉会生一个囝。撒拉惊，毋敢承认，讲我无笑。迄人讲有，你真正有笑。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圣歌队来赞美克西马尼园的情景。牧师正道，上主有做未成的事吗？家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礼拜是基督教传统节期内底的中秋主日，
我会特别多谢咱的插会同工，因透过伫头前所插遮的类似樟树枝的遮的花，其实就是咧提醒咱透过这个樟树枝来记得主耶稣迄时2000多年前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景。所以我时常咧讲，其实插花就是无讲话讲道。咱看到花，咱就知影有可能咱即时所要面对的，就是透过花来互咱启示。上时这也是主耶稣受定死伫十字架顶上尾一个主日。刷落来，这个礼拜伫传统顶头，咱拢称作圣周，或是受难周。伫即天，耶稣就亲像先知预言内底的君王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1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锡安的子民啊，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要欢呼。你看，你的君王来啦！以胜利开旋，以谦逊骑驴，就是骑驴仔囝。所以4本福音书拢咧记载即天，伫即天，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就手拿樟树枝。当时迄个樟树枝的意思，就是庆祝加胜利的意思。然后人当时嘴会话讲“何山啊，何山啊，何山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主拯救，就是紧来拯救的意思。所以何山啊，就是表示阮的王来啊，然后咧拯救。所以这是什么会？樟树主日的时，主耶稣是受到极大的欢迎，来入到耶路撒冷城。这就亲像今仔日咱读的经节，阿伯拉罕欢迎上帝入伊的厝，然后念之迄个笑声。咱爱知影以撒这个名原文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所以念之一个笑声。总是当耶稣入耶路撒冷了后，念之以的是一连串的试探甲考验。直到伫短短5天了后，伊就受审判，钉死伫十字架顶。总是死亡无赢过一切。3天了后，伊用一种互人敬畏的方式来割活。成就了上帝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嘛咧对咱讲一项要紧的代志。主耶稣的割活，主耶稣的割活，也有个每一个愿意听见伊呼召，愿意跟对伊脚步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路程。伫咱生命的路程，有时咱会受高举、受欢迎，总是有当时啊，嘛有可能会有受审判、受压碎、跌碎的时阵。当死亡来，亲像要结束一切，绝望、无助，亲像将咱拍倒在地。伫遐，咱检采会听见。上帝就会对咱讲啥？上帝的声要对咱讲，上主减有做袂成的代志嘛？伊要叫我，也要带来互咱全新的面貌。伊搁要互50000家笑声伫咱的生命中重新来展开。所以伫阿伯拉罕99岁的时阵。上帝就对伊安尼讲，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新的和合本的翻译。顶头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着伫我面头前行，
最完全的人。我认为这个版本可能上下迄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着伫我的面头前行。换一句话来讲，你爱行互我看，我知影你是毋是完全的人。所以阿伯拉罕真正用伊的行动，展现一个啥物货叫做完全的人迄款的样相。伊刷落来，甲厝内底的人用甲底甲上帝立约，然后呢，伫今仔日经节，伊对过路的人真慷慨。上尾，伊为着远城市的人来求上帝赦免。这跟哪上帝呢？因为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甲人立约，要祝福互人，才他人入伊的园内，慷慨互人使用。园中所有的果子拢会当食，总是有一丛袂当食尔。所以慷慨互人使用，然后呼召人爱去祝福万国。这就是完全的人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完全的人的内容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内容，叫做慷慨。慷慨是上帝的本质，佮较是每一个军队伊的人爱学习展现出来的生命本质。创世纪18章第1节，安尼咧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伫万里的上丘遐，对亚伯拉罕显现。迄时日当热，亚伯拉罕坐伫布棚入口。对一个古代近东的人来讲，什么会叫做接待人客、好款待人客？一个神学家阿特伯里，这是一个阿拉伯语的神学家，伊下一个真简单的定义，就是对一个离开本地本族的人客提供保护甲帮赞。所以，伊接待的对象是人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经过的人尔。伊接待的对象是人客哦，毋是寄卡的。咱来知影寄卡的伫圣经其实有另外一种意思，一般是指外来的人伫这个所在暂时或是久长徛起，可能至少超过1、2礼拜，甚至规个月、规个节期，安尼叫做寄卡的人。以色列人对寄卡的人的慷慨，就是这个寄卡的人同款受到上帝律法的保护。所以出来记22章12节就记载，伫安息日的时，这个寄卡的人是甲以色列人同款哦，袂使做工，爱休困。然后这个经过路的人、旅行的人，真明显无共，因为因停的时间真短，小可休困，补充食物甲水了后，就会当搁继续来行。不过，伫因的这种接待好款待人客的道理的内面，因的古早的经典嘛，安尼提醒人爱评估什么货？咱来确定这个过路的人、旅行的人，袂为咱甲规个家庭带来危险。这是两个无同款的。所以伫日头拄上热的时，然后发生这样代志。创世纪18章第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夜头注意看到3个人伫对面伫徛，伊这个看到就对布棚口走去领指因。这3个人是啥物人？有真侪款式，甚至有一种讲法讲叫做三位一体上帝。总是我较毋是安尼看。
因为阿伯拉罕一开始一定毋知影这三个人是啥物人，只是知影是女性的人，所以伊一个看向前用拍落去，咱等下看到伊的迄个拍落去的迄个方式吼，充分来展示伊好款待人客即款的道理。相信另外一位皮特里佛斯这位神学家嘛指出，阿伯拉罕这个看，迄个看的意思，就亲像咱拄仔咧吟诗的时阵，我爱咱大家小看看一个边仔的人共款。这个看，阿伯拉罕这个看是注意来看，知影这三个人袂为因带来危险，所以伊就关心因的需要。所以这整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应如这项代志，用荣耀或荣誉，应如这项代志。主人有一个慷慨文化传统，伊活伫迄个传统内底，所以伊就诚心邀请温群招待，用安尼来尊迎这个人客。然后人客呢，人客上好。会当尊迎主人的方式，就是欢喜来接受主人所有的安排，就安尼尔，欢喜来接受主人所有的安排，这就是尊迎主人的方法。然后当人客要离开进前，爱有礼物，爱送礼物。通常伊若无早迄个伴手礼。通常就是人客会为着主人祝福，祝福了后，人客搁行较远的所在去，伊会去搁较去的所在，伊行去的所在，四界报扬，这个主人偌慷慨，哦，我伫遐接受到偌济的款待，伊会四界报扬啦。迄无亲像讲，咱即摆讲迄个教会内底代志袂当四界报扬，这个人客吼，伊行去的所在就会四界报扬。哦，这个主人偌好，拄偌好，安尼就会大大加添这个主人的声望。听有意思吼？这就是迄当时迄个款待人客、甲接待人客的方法。人客啊，伫这个过程得到保护，得到接纳，然后主人呢嘛得到荣光。这叫做荣辱甲荣光，所以阿伯拉罕，咱看到伊刷落来的动作。创世28章第3节到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趴伫涂骹对因讲：我的主，若无气嫌，请踮遮小歇一下，请踮树仔骹歇困，等我摕一寡水，互恁洗骹。阿伯拉罕即时称呼我主人，我的主阿多乃，毋是伊认出这是上帝哦，毋是哦吼，是伊甘愿卑微对人客的尊称。这也需要伫即种好款待人客文化内底，咱才有法度了解。创世纪18章第5节，刷落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摕淡薄饼，互恁加添元气，后来才搁继续行。恁既然留到仆人家，请接受我的款待。因讲，照你讲的去做。听有意思啊吼，因就接受，因为这个阿伯拉罕主人嘛，所以好款待人客。然后有接受，就表示因咧尊敬这个主人，照伊的安排所行。所以，这个人客接受款待了后，应该就秘入去迄个有饮的所在来闪避迄当时的日头，然后上尾应该入去到布棚，咱达到后来会读到布棚。上尾因应该是做伙入去到布棚内底咧用餐。咱爱知影，即种方式伫古早的世界内底。咧表达的是一种真亲密的交通，
伫古早近东的世界内底，做伙用餐、做伙食饭，是通常甲入约有关系。所以过去以色列人咧献平安祭，咱来注意读迄个利未记第3章，就是第7章11节到21节的时阵，迄个献平安祭的时阵，迄伫遐是以色列人爱伫圣所。当时的圣所就是布棚，伫迄个布棚内底，大家的拢来食啉了，海当走。换一句话来讲，即种甲上主做伙食啉，就是入约的百姓的特权。这后来也延伸到教会，咱咧圣餐的时，迄个做伙，咱做伙咧食啉。其实是伫圣餐的内底，来表达即种甲上帝亲密关系、甲沟通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庆祝上帝丰盛的供应了以外，搁较表达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上帝要甲咱做伙之地即款的平安。比如咱讲，我去准备一点仔食米。我去摕淡薄仔饼，原文的意思就是用迄个小麦做出来的饼。所以创世记18章第6节，咱看到的就是安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布棚，甲撒拉讲：“你赶紧烂3斗幼米粉做饼。”迄个烂其实是真趣味哦吼，迄个烂。其实就是迄个台湾话，迄个烂吼。确实无毋对，一开始亚伯拉罕准备的是饼，就是伊喙中所讲伊要准备的物件。若交代安尼尔，其实就到遐，因为伊讲的就是安尼尔。总是咱去发现真特别哦，亚伯拉罕哪变哪做哦，哪变哪做就是意思就是啥物，我毋知影吼。亚伯拉罕线哪变哪做，所以刷落来，咱搁读到，我第一遍嘛学到这个次数，迄个意思啊吼，咱做伙来读迄个创世记18章第7节到第8节吼，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搁走去牛群遐，牵一只正搁好的牛仔囝，交互少年仆人，赶紧去准备。亚伯拉罕搁摕刺乳。牛呢，加料理好的牛仔囝来，摆伫这3个人的面前，家己伫树骹，甲因侍候，因就食。迄个刺丝吼，刺丝迄个台语叫刺乳吼，我嘛是这2天咧读这个时阵较学到的吼。然后真特别的是，讲要招待饼尔，结果线愈准备愈多啊！咱爱知影，这个准备爱偌久呢？牵一只牛去抬，然后开始烘，至少3、4点钟后，因才会当食到这顿嘞。3、4点钟后，所以迄时来的时阵是日头拄咧炎热，所以因食的时阵应该是黄昏的事啊。就是差不多4点5点的时阵啊啦，因为这顿无简单嘞，这顿唔那是饼，所以唔是1、2点钟伫遐讲吼，有法度，搁迄阵当时搁唔是咱即摆搁有烘炉，迄无呢，迄阵是爱烘嘞，要烘到烧，我感觉食着可能暗时啊啦，我要坦白讲，迄个牛仔囝要烘到熟吼，可能暗时啊，所以。亚伯拉罕主动升级咧吼，伊毋知是对倒有迄个灵感，互伊讲吼，这3个我感觉真特别，所以我会主动来升级啦。也无讲，伊嘛毋是讲哦，伊是做哦。听有意思吼，伊毋是伊的慷慨，毋是讲我讲伫喙，吼，我对你偌慷慨，毋是哦，伊是做互你看哦。所以伊用行动咧表示啥物话？我真欢喜要款待你，就亲像我要接待遐个我上亲密的
亲人甲朋友。这就是阿伯拉罕互即群人客、即三个人客，互因上悬尊严的表达。这就是阿伯拉罕咧尊严因这个人客的表达。所以，迄个上尾第8节讲，因就这，就是接受这的，接受这的，因就接受这的，因为安尼才会发生下来对话甲祝福。创世记18章第9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因问伊：你的某撒拉伫倒位？伊讲：伫布片内。好，伫布片内应该是伫另外一个布片内底。这个人客的问话真趣味，撒拉伫倒位？咱会知影，伫当时迄个中东的文化内底，亲像并无禁止妇人人伫迄个宴舍内底食饭，无吼。除非伊身躯无啥爽快，因会问就表示撒拉无伫共一个所在食饭的意思。上时这个人客直接叫撒拉的名，真奇怪哦，因是人客尔呢。他会知影即家的主人阁有一个某，伊的名，他会知。所以阿伯拉罕这时应该嘛心内开始意识到，这三个人客是毋是有点仔特别？这个时阵，阿伯拉罕慢慢意识到这项代志。创世记18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中间的一个讲，明年这个时阵，我一定会过来你遮，你的某撒拉会生一个后生。撒拉伫迄个人后面的布片口有听到这个话。这个人客虽然讲有3位，总是讲话只有一个。那安尼，这就是上帝讲话，伊直接表明伊要搁转来，然后以撒出世就是出伫伊。明年即时原文的意思叫做伫性命满足的时，现代台语伊本来翻译做迄个伫性命迄个满月的时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咱来用迄个。用较简单的讲法，就是迄个性命生落来，然后满月时我要过来。所以撒拉虽然伫厨房咧无闲，总是即个时阵头一个闲去边仔偷听啦。这就亲像古早的妇人人，改成拢会偷听吼，改成是安尼吼。有当时啊，搁托一个空去看，迄是啥物人吼？创世记18章11节到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伯拉罕甲撒拉已经老，撒拉已经无月经，撒拉心内笑讲：我已经衰老，我的主人嘛老啦，兼也有即款欢喜的代志嘛。咱来知影撒拉伊的心内底的话真特别，伊咧偷笑。但是这个偷笑内底应该也有一点仔可惜。伊形容家己现在的情形，就挡袂牢，可惜笑讲：我已经老啊，才有可能有这种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头，发生伫阮中间。亲爱兄弟姊妹，其实这就是咱性命时常的代志。咱时常会陷入用咱有限的角度来看家己，直到家己会一直对家己讲：我已经老啊，我已经安尼啊，我已经安尼啊，所以我无可能。这对我来讲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总是偏偏以撒会伫老爸甲老母迄个真歹相信的笑声内底来出世，人会苦笑甲无奈，一时我都相信是通理解，总是这嘛无表示因着无信心。神学家一直指出，
伫这个对话内底，上要紧的是带出上帝的应允。所以咱读着创世记27章第13节到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亚伯拉罕讲：撒拉是安怎偷偷啊笑讲，我已经老，减有影会生囝。上主减有袂当做的代志。到明年这个时，我会过来你遮，撒拉会生一个囝。咱爱知影，上帝只是将伊所讲的话搁讲一遍了，对吧？对头到尾，伊搁讲一遍，然后中就加一句话。伊问讲啥？伊讲上主减有袂当做的代志。在中福总是中就加问一句话：上主减有袂当做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的答案是是，有一寡代志上帝做袂到，那安尼表示咱将咱家己看做是咱活伫一个充满苦难甲死亡要终结一切的世界内底。虽然咱目睭所看到的一切拢是稳定的，看起来敢若真可靠。总是确实绝望的，总是咱的答案若是毋对，上帝伫上帝手中一定有伊通做，才会伊一定做会到。当咱安尼应答的时，就是将咱家己甲世界完全交托互上帝，是无毋对，无。月经的妇人人阁会怀孕，是无毋对。坟墓内底找无尸体，这一切拢超过人的理性、智慧、判断甲相信，总是这就叫做信用。上尾这个奇妙就是奇怪的故事，结束伫这个对话内底。创世记18章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撒拉惊，毋敢承认讲，我无笑。迄个人讲：有啊，你真正有笑啊！上帝甲撒拉的对话，跟仔囡仔，囡仔冤家讲，一个讲啊，你明明笑，啊，一个就强辩讲，我无。啊是一个讲我有哭，另外一个讲，一个讲你有哭啊，另外一个讲我完全都无哭咧。跟仔囡仔，总是亚伯拉罕甲撒拉的笑，也代表因即时搁活伫迄个原底有因想象生命甲生活的迄个框架内底。因相信上帝，总是因嘛相信大自然的法律甲定律，总是上主的话已经冲击着因已经习惯的世界。因为安尼，这个故事结束伫一个开放的对话内底，就咧对咱讲一项代志：上帝容允人甲伊有开放的对话。换一句话来讲，咱会当怀疑上帝，咱会当笑咧问伊讲，这他有可能？上帝允准咱甲伊做伙对话，然后上帝应允咱讲，伫上帝他有做袂成的代志。1967年17岁的Johnny，伊因为受水跳水意外，跌到对颔仔棍下面，规身躯拢爱坐伫轮椅顶头。一开始，伊受伤的身躯，互伊无法度接受，伊痛苦到挡袂牢，甚至想要自杀。伊的朋友就用这句话
来苛刻少年，来讲你爱对上帝有信心，敢讲上帝有做袂成的代志吗？后来上帝无医好伊的身躯，却医好伊的灵魂。伊开始明白，伊虽然有限制，总是上帝有缘要用伊。伫刷落来，伊现在搁活伫美国，刷落来将近60年，因为是1967年所发生的意外。迄年伊17岁，伊成做国际上上出名用喙画图的艺术家。伊写超过25本册，阁是出名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伊的节目伫美国捌伫800个电台放送过。伊阁创办一个机构，叫做 Johnny 的朋友，为着要帮助遐个身躯受到限制的人，会当甲社区互动，因为基督的疼来转化社区甲家庭。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人的回应我都决定就是完成什么货，总是人的回应，只有需要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咱才有法度完成。所以，只有上帝决心，才是上要紧的代志。伊并无倚靠亚伯拉罕甲撒拉的信心来做代志，因为上帝要照伊家己的计划甲旨意，自由来行，互代志发生。因为代志的发生，有时阵往往毋是伫人已经准备好迄个生命的脉络内底来发生。发生迄时，检测咱的心内底会出现咱质疑上帝的声音，甚至咱嘛会私底下偷偷咧笑，甚至是苦笑。总是上帝已经讲话，伊要赐下应允。所以，咱上尾应该学习亚伯拉罕，等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21节所讲的这段话。保罗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有当时啊，咱的信心，坦白要甲大家讲，有当时啊是对迄个毋信，或是怀疑的笑声开始。总是当咱开始习惯伫咱家己的祈祷内底，检测咱会当甲伊对话，因为咱知咱的上帝是会当容允咱，会当甲伊开放来对话。咱检测伫咱的祈祷内底，咱会质疑上帝，咱会怀疑伊，甚至咱会问伊：上帝啊，是安怎这个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头？咱会甲伊对话，上尾检测咱就会得到这个答案。兼讲上帝有做袂成的代志吗？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有罪罪的软弱，是阮也有罪罪毋信，因为当阮看阮家己的时，阮有骄傲的时，总是阮也有自卑的时。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知，若阮要靠阮本身有做代志，实在阮无法度做会到。主求你赦免阮的过失，伊伫阮生命中真侪破碎的所在，填补阮生命中遐个阮甲人、甲上帝中间遐个破裂的关系。求主的医治就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互阮真正看到上帝你爱阮，好好去面对阮家己虽然破碎，总是有缘有毋忘的性命。求上帝帮助阮活出迄个有你真正完全
慷慨性命，帮咱夫妻福阮伫上帝甲人面前，知是管做袂到，总是伫上帝你的手中，伫你手中必然你做会到这个代志。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的我心。做伙来吟圣诗第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会众请起立。威严君王徛如金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罗酒菩萨护藏手机，温柔救主对遐过去。威严君王徛如金前，向彼主宰，永世真言。这是基督太酸路点，他也是无罪恶冠冕。威严君王徛如金前，一看这真显。献出的胸可怜同情，关怀救助，面临牺牲。威严君王徛如金前，最后高洁，别君目前。一辈子的眼光向下。得到你所我有先行，威严君王徛如金前，向彼主宰，永世真天。阿头人生要配口言，人后就天之家冠冕。会众请坐。这时来奉献，请吴文仁肖爽我这次来书献。
三甲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手术，互阮有遮个物件，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会当献上感谢。求主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拢会当有利伫你的囝里、你的教会，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也互阮所行的，拢下主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即是来报告，伫报告内省，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做伙来读两遍。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罗马书4章21节，请。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罗马书4章21节。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罗马书4章21节。掀开周报第2，后礼拜的事项，咱请家己看。周间自会主日学的自会教育部的课程，也请咱家己来看。其中，迄个牧神查经班，伫3月28暂停吼。迄天咱教会有迄个祈祷会，请大家会友会当做伙来参加。第2页小组聚会表，还是家庭聚会礼拜，咱请家己来看吼。主日奉献明细若有订单，请甲办公室来接送。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今仔日是中秋周日。寿元周对3月24，还是今仔日到3月30拜六，每一天敬虔甲主同行，领受十架的苦路。寿元周祈祷会为洗脚日3月28拜四暗7点半，伫本会6楼副堂。德中北区联合受难礼拜。3月29拜5暗时7点半，伫大德教会罗德区大兴路15号。以上寿元周相关的信息，请各位兄弟祈祷务必参与，求上帝带领。传道部媒体时间伫下晡1点，伫5楼的音控室，日天厂商来确认。影音的时间的事项，请相关的同工来参与。下主日3月31，国外节赞美礼拜2场的礼拜合并伫上午9点半开始。圣礼典圣餐室，请兄弟有备心做伙领受。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个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2024暑期快乐儿童音乐营，伫咱教会日期是8月13到17，拜2到拜6，时间8点半，透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乐器的种类是小提琴、太鼓、儿童的音乐剧。招生的对象，大班还是讲中班升大班到6年级，未学过小提琴、太鼓，还是讲3年内的初学者。2024年4到6月的新眼光读经生命的锚定，欢迎到办公室来领取。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只是来介绍人客。
第一位是乌梅枝姊妹的款啦吼，伫咱中间，胡梅枝吼，对嘛吼？欢迎欢迎欢迎，应该是拓还是枝对不对？因为我看到是枝哈，那不好意思，我打错了，胡梅枝姐妹，然后她就住在民生路上，那欢迎，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了哈。来，另外几位是林玉纯姐妹，那伊是玉勋好朋友啦哈，伫咱中间哈。愿上帝帮咱夫妻，互恁来到咱的教会，上时伫教会内底也享受上帝话。甲兄弟姊妹彼此的相听。我伫遮补充报告几项。刷落来，即礼拜是我拄已经讲过吼，已经是受难周，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咱会当照每日新港讲的迄个进度，因为每日新港讲的进度现在拢是用即个每一工拢有福音书，咱就缀迄个进度来读，即个圣经就会使。上时请使用并且利用每日新港讲的即个读本来灵修，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建立即个灵修每一日灵修的过程。第二项就是刷落来即个礼拜，咱伫拜四的暗时，伫6楼的所在，咱有洗脚日的祈祷会。迄天就是节期顶头的洗脚日。所以要请咱大家准备心，迄天来到，我已经备办好啊吼，所以我已经有使咱真侪长老个职事吼来协助。不管咱时间会拄好，还是袂拄好，也会使要欢迎咱做伙伫拜四的暗时7点半，做伙来到咱的教会来做伙来领受这个洗脚日的祈祷会，然后伫拜五的暗时，咱伫教会，因为是7点半要去到大德教会，所以假使咱若有想讲要做伙去参与，这是一个联合的圣餐礼拜，所以要邀请咱大家伫6点半的时阵，咱若请互团队部也是办公室这边知吼，看会使伫今仔日就互大家知，想你会当来参与，我惊到时阵来接送吼袂拄好，所以会联络好势。所以请咱伫今仔日进前，互阮知影讲，咱迄日想讲会当来参与。不要紧，因为有当时咱若暗时歹出门嘛不要紧，邀请咱大家伫后礼拜的早起时，礼拜日主日早起时9点半，咱后礼拜只有一场，9点半要伫咱的教会内底来举行个偌济的赞美礼拜，上时也有圣餐，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伫后礼拜日做伙来，会记一个吼9点半。请你甲边仔的人讲9点半吼，唔通迟到哈。上早来不要紧，来遮等嘛不要紧啦吼。愿上帝帮咱夫妻伫遮特别爱多谢咱大家。我感觉咱的教会是有上帝滋味的教会，所以我逐摆拢讲我来探访就好吼，莫准备地就好，结果时常拢去兄弟姊妹拢有真丰盛的款待，这表示咱拢有知影讲吼，咱以后若要请我食好顿的吼，不要紧吼，即尽量来吼。不过不要紧，其实这就是咱互相款待，学着上帝对咱的款待，咱互相款待上好的样相。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伫受难周的过程内底，真正领受这个我嘛要请咱特别注意这个咱伫这个台前的这个挂的布帘，我会请祭堂会一直挂到圣神降临节，就是2礼拜还是3礼拜还换一百。这个布帘其实是咧提醒咱，搁活的意思，毋是在伫即天。咱后礼拜日其实毋是，主耶稣搁活毋是迄天啦。毋是后礼拜日啦，咱是用迄天来庆祝俩啦。
听有意思吼？主耶稣早就叫我，所以请咱会记真。叫我的方式，用教会上帝百姓表达的方式，就是用教会组织来见证主耶稣叫我这个事实。听有意思吼？所以这图会一直挂到圣神感恩节。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的教会以及咱的性命，真正会当显出主耶稣叫我的气味。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会众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性的安宁，甲你欢享主的天堂。亲像打老我水，你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再来，再唱一遍哦吼。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性的安宁，你欢享主的天堂。亲像打老我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会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先歌队。电眼灭倒。
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